亚华，我要求求你，我的石盘啊，唔通无要听我。若是你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日暮的人一样。我求求你，你的至圣所举手的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。当心来祈祷，这些个杯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佮我得胜的日子。我嘛要对安尼，阮众人嘛要佮我嘛要得胜。这是何等大你所享受的恩典伫阮的心上，帮助阮。既然接受这款的恩典，阮用阮的性命来反映出来一个新佮我的性命。下面我们来亲近你的话，求你的圣神同在清醒驾驶，互阮通明白你的心意。伫阮的时代，用阮的行做，将所明白的来画出来，加做阮生命一部分。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到43节。彼得开嘴讲：“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，独独伫逐邦国敬畏伊来行义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上帝所寄互以色列子孙的话，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。这个消息另知是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，对加利利起到遍犹大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有怎样用圣神甲才能抹伊，伊就世界行做好事，医好
见那魔鬼所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。见那伊伫犹太人的所在，甲耶路撒冷所行的，阮最干净，人就吊伊伫查里来害死伊。到第3日，上帝予伊搁煞出现，毋是予战百姓看，是予上帝大圣所拣选，为着伊做干净的人看，就是阮遮个。伫伊对世人中国话的了后，甲伊三甲啉者的人，伊阁命令阮传互百姓干净，这个是上帝所定着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。众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，就是见那信伊的人，对伊的名得到罪赦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日是国外节的主日，咱拢真正欢喜的一个节期，庆祝耶稣基督国外，咱的主复活诞，咱的有
介侪个诗歌来庆祝。歌瓦节伫西方是一个介重要的节日，而且是很长的连假，咱东方比较没有太重视，歌瓦节，Easter 其实是一个女神，希腊女神的名字，春神的名字。可是，咱教会甲提过来讲，做耶稣歌瓦的日子。这个歌瓦节不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星期天，不是它是怎么算？它以这特别的日子是很少有这样的节日，用3个历3个历来甲算出来就是阳历、阴历甲周历。那算歌瓦节，就是每一当的春分，春分就是阳历，他们把它定成3月21号，春分。每一年的春分以后的第一个满月了的第一个主日，就是歌瓦节。安尼算法的复活节会伫3月底到4月的其中任何一个星期天，拢有可能是歌瓦节。所以换来换去，所以今年是第4月，4月12，歌瓦节。都讲过啊，伫歌瓦节时阵，咱拢会来欢喜感谢来庆祝，耶稣对死中歌瓦，这是一件最欢喜，战胜死亡跟罪，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代志。不过说一个现象啊，等他亲像这是耶稣的代志，咱基督徒伫边仔咧化烧，俄乐欢喜，哈利路亚！耶稣赢过死亡，对死歌瓦赢过罪，我们就称赞美耶稣基督，俄乐耶稣基督。敢若亲像这不是咱的代志，这敢若是耶稣基督的代志，不是，搁下这不是。其实歌瓦节不只是耶稣基督的歌瓦，歌瓦节嘛代表咱性命的歌瓦。伫遮，今日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4节。保罗彼得在讲一个问题，彼得讲，因为这段经文是上帝吩咐彼得去甲百夫长哥尼流洗礼。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敬虔人，什么意思？伊就是一个外邦人，信犹太教，不过无行割礼。这款人圣经叫做是敬虔的人，也是讲敬畏上帝的人，会惊上帝的人。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不是在形容讲这个人伊做敬虔的，不是。敬虔人是指有一个是一个专有名词，然后这个专有名词是在指讲一个外邦人，伊若信犹太教，不过伊无行割礼，这款人叫做敬虔的人。一般犹太人是袂拒绝，只讲外邦人要来信犹太教，正做犹太人。你若要正做犹太人，介简单，你得行割礼，你得守所有旧约圣经的规定，包括食物得分清气无清气啊！你爱献祭，爱过所有圣经的教示，因就会当甲你看做是犹太人。你若第2代生落来，拢甲因同款啦。不过敬虔的人，像这个哥尼流百夫长哥尼流，因无行割礼，不过因信犹太教。好，今日经文就讲彼得，上帝吩咐彼得去甲哥尼流这个外邦人，这个敬虔人来洗礼，互伊信耶稣基督。所以讲彼得到迄个所在，甲哥尼流讲话了后，伊了解，竟然上帝会去拣选一个外邦人，无行割礼的外邦人。伊讲，我真正看出上帝是无用外貌处人。独若是伫逐邦国，若有敬畏伊的人，上帝拢要接纳。这敬畏伊是惊义的人，
受好的行罪的人，上帝拢欢喜接纳。所以，伊开始了解一件代志，就是这个对耶稣基督传这个和平福音，其实毋是干那互犹太人，是包括所有的人。因若是敬畏上帝，若是行义，上帝拢欢喜接纳。这对咱来讲，该正常啊，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。不过咱想想，这若对彼得第一代基督徒，这个犹原是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对伊来讲是一件非常想袂到的代志。犹太人认为上帝是因的上帝，上帝是干那因犹太人的上帝。所有的外邦人，犹太人看袂起，就算讲你即马信犹太教，不过你若无行甲礼，你就甲阮无关系。我袂去恁的厝，甲你有计较，嘛袂甲恁交陪。望到恁我嘛无爱，我也无生气。这是犹太人的看法。不过竟然彼得伫即个经验，伊发现讲，原来上帝会接纳这个人。袂因为因是毋是有行较礼，袂因为因是毋是伫血统上是不是犹太人，所以彼得伊了解了后，伊就讲这段经文，讲这段，互伊四周的人知影，共款是犹太人基督徒知影，开始伊就开始来传讲对耶稣开始的代志，其实对行洗的约翰的代志，伊讲。上帝怎样用圣神甲才能抹伊就是抹耶稣基督，以世界行最好事，医好囝仔，互魔鬼压制个人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。毋过伊讲，毋过人钓伊伫茶里来害死伊，到第三日，上帝互伊搁活，搁出现，这一个重点。各位兄弟，今日的搁偌济，我要抓一个所在，甲平常时无共款一个重点。41节，伊讲耶稣基督的果话有显现互一寡人看。41节，伊讲毋是互战败时看，是互上帝大圣所拣选，为着伊做干净的人看。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果话，耶稣无显现互所有的战败时看，耶稣敢若显现互上帝拣选的人来看。这人是啥物人？这人是，就是阮遮的对耶稣、对人对世人中国话了后，甲耶稣临遮的人。各位兄弟，才有一个这趣味上帝的作为。上帝互耶稣对世人中国话这件遐尼大的成就，上帝的选择，上帝的做法，毋是互所有的人看到，敢互啥物人看到？敢若互跟对耶稣这学生看到，这人伫耶稣过活了，有甲耶稣做伙临遮，真做一个证据。就是讲，为什么强调迄个临遮饮食食物件？因为耶稣是一个肉体过活，伊毋是一个灵魂。如果是灵魂，就没有饮食的问题，无临遮的代志。伊要表明是耶稣真实过活。是有身躯，是一个活人，有灵魂有肉体，所以吃喝才有可能。在他们的概念、因为观念里面，灵魂唔免啉食，你要食对。灵魂没有饮食的问题，只有肉体复活才有。所以伊才来讲，因要做干净，伊遮的人是甲耶稣基督做啉食的人，伫耶稣死过活了，甲耶稣基督啉食。他们要做见证、做证人。我都讲这是一个趣味的安排吼。那我陈世豪是卖讲上帝是会当来设计的话，做个设计的话，我当然会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当然会要求耶稣去互证人看。迄若看到就安那，大家就怎么样？就相信啊。相信耶稣是对世人中国活，上好是好去互迄个祭司看，互迄个大祭司看，互那个比拉多看，甲因行甲带青赛。好啦，
甲因行一条。他们一定会相信的，因为耶稣从对死中个活。其实无呢。上帝伊的计划，才讲的，耶稣上帝互伊个活，互耶稣个活，是出现伫对，是干那互啥物人看？伊特别个讲，毋是互正百姓看，是互啥物人看？是互跟对耶稣遮的人，伊学生看到那尔。遮人看到耶稣基督的个活，因就有一个使命爱去完成啊。就是爱去做干净，成做耶稣基督个活的证人。这个麻烦各位兄弟，这一个讲这趣味，嘛是这麻烦的计划。就是讲上简单佮有效的方法，就是互正人看到耶稣基督个活，安尼正人就拢相信啊，相信耶稣基督个活。毋过上帝的做法毋是。上帝的做法是要互看到的人成做证人，要证明耶稣基督个活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最好最容易的，就让你们看到嘛。上帝要互什么人认捌，要互什么人知影耶稣基督是个活，都互因看到，大家都相信啊嘛。毋过毋是，上帝是拣选一群人，这群人是耶稣的学生。上帝干那要互这群人世界去证明耶稣是个活的。各位兄弟，我直接要问一个问题：要安怎证明？迄若是你若是当初互上帝拣出来，你若看到耶稣基督个活，你要安怎证明？四处跑去告诉人，然后跟他们说：“耶稣基督个活呢？”好，你安尼讲，你跑去跟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说：“耶稣基督个活。”好，你讲了，伊要信无？各位兄弟，他们信不信啊？因会讲啥？个活，互我看啊！你请出来，请我看，我看到我就安那，我就相信。可是偏偏他都讲过，偏偏上帝的计划是这讲的，毋是互正百姓看，干那互啥物人看？干那互伊这学生看，这学生。看到耶稣基督个活，佮甲耶稣做伙啉食，所以因真实知影这个是耶稣基督，是真实的个活。毋过干那因知尔，干那因甲耶稣有啉食，干那因甲耶稣有相合做伙，因变得有一个任务，他们有个任务，就是要去世界传讲，要去讲这个耶稣基督是真实个活的。不过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兄弟，你煞无去想到这个问题吗？人较会相信啦，人家为什么要相信啦？怎么会是安怎？你讲耶稣基督个活，我要相信啊！你会相信袂？各位兄弟，若是彼得到你面头前讲这个耶稣基督个活，你会相信袂？我们基督徒最爱传福音了，我们基督徒最爱用讲的，上爱用讲的来传福音。你讲的人要相信无啦？你讲耶稣基督个活，真诶啦，我有看到啦。伊对死人中个活，我有看到。我要成做伊的干净，我要成做伊的 witness， 我是证人。我要跟你讲，耶稣基督是个活，你要相信无？各位兄弟，照正常来看是袂相信啦。你真的会相信吗？有一个人跟你说某某人死了，又活起来，我有看到哦，这样你就会相信吗？各位兄弟，你会信无？没啦，不容易啊！什么情况你会信？什么情形？若有一个人跟你讲，伊看到耶稣基督个活，真实对死中个活，你会相信？用讲的你会相信？什么条件？各位兄弟，除非你非常信任那个人，除非你是这相信迄个人讲的话，迄个人讲的话。拢无白插，迄个人讲的话，拢是最真实的。所以，当伊甲你讲耶稣基督个活，你较有可能相信嘛？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我今天要抓一个经文，这个经文的重点会跟平常在讲复活节的经文无啥共款的所在，要甲你讲一个重点。
这是上帝的设计。耶稣基督的国话，唔是互战败士看到。耶稣基督的国话是干那互一定少少的一群人看到。然后，上帝是要爱这群人，世界去传扬耶稣基督国话。啊，毋过明明就无人会相信啦。较有可能你甲我讲耶稣基督国话，我就相信你耶稣基督国话。除非，各位兄弟，除非这群人他们是说话算话，因为讲的话是真实，互人信任的，他们必须是无可指责，就是因为性命。因为讲话，因为行做，拢无人会当找到半点的瑕疵的情况，才有可能等于讲，我要甲恁做证，耶稣基督国话是真实的。等于安尼讲的时阵，边仔人会同意啊，边仔人会接受，会相信。看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讲。咱基督徒拢最爱传福音的，最爱讲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。你若信耶稣，你就安那。可以人较会要相信啦。除非啥物话？除非咱基督徒是真实活出一款生命，这款生命是互人信任、互人倾向、互人看做是水、看做是好。看做是公义的，看做是会互人尊重的。当你讲我要甲你证明，我要做证人，耶稣基督国话，安尼的时阵，听的人毋才要相信。若是咱是迄款讲话无算话、自私自利，为着家己的权利，拢咧欺负别人的这款的人。咱讲耶稣基督国话，人要相信无？无可能相信啊！各位兄弟，咱若要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咱若要证明耶稣基督国话，第一个条件、前提就是咱家己先国话，我们自己先活出迄个。真心国话的生命款式，咱较有法度，甲别人讲耶稣基督国话是真实的时阵，别人要相信，因为因若对咱的生命看到我，这个陈思豪真正无共款，甲伊迄个演过以自我为中心迄个生命表现拢无共款，因为伊是国话的陈思豪，咱若看到。你是国话的生命款式，毋才会相信你所跟对的迄个耶稣基督是真实国话的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最爱传福音，最爱用嘴在讲，毋过咱常常无去想到一件代志，咱的话，咱所传的遐尼好的消息，要互人会当相信。有一个前提呀，就是咱爱真做迄个有水的生命的人，咱爱真做迄个真实国话的人。咱若无国话，是要安怎传迄个国话的耶稣基督？各位兄弟，国话这毋通停留伫耶稣基督国话。这个赞助，不要停在这个层面而已。无毋对，这是咧纪念庆祝耶稣基督的国话。啊，毋过更加重要的是，所有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嘛应该国话，也要活过来啊，要复活，爱定心国话，咱爱过迄串定心国话的日子。那照圣经。无论是耶稣，还是后来这使徒的教师，就是爱过迄款毋通搁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款式，毋通搁逐项事拢想到家己，
这不只是个人，咱若加做一个信用团体，加做一个固定教会，咱嘛袂使逐项事都敢若想着咱这个信用团体，逐项事拢敢若想着这个固定教会的利益伫对，咱信用团体的好处伫对，毋是毋通用自我为中心的过日子。也是讲全台湾的基督徒的一个群体，大家拢要想讲安怎的情形对台湾基督徒是好的，所以我们立法律要保护基督徒，若基督徒的权利受损伤，咱就要去压迫别人。各位兄弟，你若是这款的基督徒，无人要相信你讲耶稣基督个我，无人要相信讲耶稣基督是主爱的，耶稣基督是有疼的。是公义的，佢讲说，咱若要真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证人 witness， 咱就爱过忠心个活的性命的人，就照这所讲的，今日经文所讲的。伊个命令传予正百姓，干证这个是上帝所定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。你要互真做伊的干证，要互人相信你所讲的话是真实的。各位兄弟，你得爱真做一个忠心个活的人。无，若毋是安尼，无人要相信。无人要相信你我所传的福音。当咱要传耶稣基督个我，各位兄弟，上重要的前提，就是咱拍拼、真实去过个我的生命。虽然无容易，毋过，各位兄弟，你所跟地迄位耶稣基督已经个我。嘛，较赢这个世界，咱毋免惊，毋免烦恼，咱就照起工来行，咱每一工忠心个活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个活节毋是干那在庆祝耶稣基督个活，个活节是一个最大的提醒。提醒咱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要真做耶稣基督见证的基督徒，咱着个活，让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爸，这是何等欢喜的日子！耶稣基督已经个活，毋过阿爸爸，求你嘛提醒我，这个大日子毋是干那要庆祝耶稣基督个活，这个大日子嘛是咧提醒。咱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你的百姓，所有你的囝儿，嘛爱个我，毋是干那过活日的时阵过活，是每一工我拢要忠心过个我的日子。我每一工拢要背白，拢要坚持，我每一工拢要正，要甲迄个自我为中心迄款的生命来。背白来拉扯，阿爸爸，阮常常是失败的，阮常常是软正跋倒的。帮助阮无放弃，帮助阮知影，既然阮跟地耶稣基督已经过我，阮嘛得爱过我。这是阮心所愿，求你真正有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这时我先来介绍什么叫做陪餐者，就是你若已经有坚信礼，也是成人的洗礼。的基督徒，我拢甲恁算做是陪餐者，无论你是甚物款的教派，毋过你敢若是有小儿洗礼，未虔诚的，都毋是陪餐者，
咱伫领圣餐的时阵请你唔通退，这是咱正式的圣餐，咱的规定，所以无论你是啥物款的教派，甚至你是天主教无要紧，你若是有虔诚礼，也是圣灵的洗礼，拢会当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囝仔规5个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囝仔着我担当个人，着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主耶稣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这人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。有提饼祝谢来拜伊，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提杯讲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恁既然啉的时，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，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。摆设这个宴席，是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。阮谦卑恳求你的圣神来鉴别阮以及所摆列的这个杯甲饼，互阮接受者对神有份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，嘛对你的稳定的帮赞会当成做。阮属灵的培养，互阮的性命得到你的稳定，通延光你的名。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主耶稣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要同心、欢喜的心、感谢的心来响应。主耶稣安尼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：这个杯是新的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要同心，用欢喜感谢的心来响应。
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平安，甲恁伫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爸，阮欢喜感谢，阮下当有这个稳定来享受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。阮伫圣神内面来三甲享受这个杯甲饼，阮的性命得到更新，阮的灵得到帮助。阿爸爸，互阮会当照着安尼，不只是甲主耶稣基督结连，嘛甲阮的兄弟姊妹、正兄弟姊妹三甲结连，三甲结连，伫圣神的帮助内面，成做一体。阮其他这人的需要，就是阮家己的需要；别人的帮需要的欠缺，就是阮的欠缺。求你互阮学习彼此相听。伫领受圣餐的时，不只是阮家己伫属灵有帮助，嘛伫阮团契内面有水的行做。阮实在是袂堪值，毋过阮欢喜有这款的稳定。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。顶礼拜已经有报告啊，顶礼拜已经有讲到，咱伫厝灵的时阵，在看咱的做礼拜的时阵我们花一点时间翕几张相，上好是全家福，毋过你若是家己一个人嘛无要紧，你嘛无一定是看礼拜时阵较翕，上主要是古亭会友报平安。就是讲，阮会甲大家相片拢幼林弟兄会甲你剪接伫礼拜线的一个花絮，会当有一段时间甲大家相片啊，相片啊是遐影片，短影片拜托5-6秒就好了，不要超过10秒，短影片剪接起来，
所以咱虽然无法度有实体的礼拜，无法度安尼逐礼拜会当真实有见面，啊，毋过咱至少伫迄个影片顶面会当看到正兄弟姊妹，好不好？就举手之劳吼，尤其即礼拜你大家甲你的圣餐翕出来吼。哦，咱有讲好势啊吼，咱伫大家在电视机前面啊，大家在电脑前面吼，咱每一个家庭拢备办家己的圣餐，吼，来，咱甲翕起来，吼，互正兄弟姊妹知影，恁拢有领圣餐，吼，咱是伫信心内面，吼，伫主的听内面，然后信心提升到天上，一起享用圣餐，所以这个礼拜很重要哦，吼，咱一定要把相片拢给上传，我们所有家人的照片，我们在网络上报平安，互相来报平安，所以不只是看到礼拜，这个礼拜看到伫线上礼拜听讲道，还有互相打招呼，普庭会友报平安，请咱一定爱把咱的相片上传，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，心这笑脸的，看到恁的相片拢平安，也是一件这水的代志。5秒、10秒，拜托的，唔通超过10秒。咱家己看礼拜的时阵，也是讲要甲咱的全家。
伫国外节欢喜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外的日子，唔通袂记住，恁每一天拢国外，定心对天顶得到快乐，真做伫这个世上过上帝国价值日子的人，恁的确着国外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保守，充满安慰，要甲恁众人伫地，尤其是甲心无平安、身体欠安的人，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。阿门。